海香果的花，你看有没有看到一粒圆圆的？然后花谢了以后，那一粒变这样，这一粒，上面那三个部分哦，三位鼎立那三个部分就缩成一点点，然后中间那一粒圆圆的就长大了。长大然后怕那个果蝇，一般都是风，其实是果蝇啊。果蝇一叮哦会坏掉，所以最好要包起来。念好啊！要包起来才不会被叮坏了。那么叮坏了变成那个像肚脐眼这样。你看了。你的包起来，你的那个袋子在哪里买的？那下营一块半。